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 M 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家己大埔大地洞和地洞尾影响，这台南剧院的文化大楼1楼的这个条案呢是受损真严重，互鉴定做是危楼。台南市政府派人去做结果补强，今下晡开放受灾户登去款行李。那今仔日早起呢，这家己台南又完受地洞尾，学者是认为讲这地洞尾有减弱，也讲这规模5以上的地洞尾几率有变较细啊。里里规工班的人拢真无闲，加大广场规个拆起来，先加公务大楼建起来，避免这地洞尾搁再加大楼结构毁损。结构性补强的部分把它完成，交给那个市政府他们那边做后续的一些补救加强的措施啊。台南国际文化大楼受到2月家己大埔强烈地震甲摇烧，地震尾影响1楼的条仔拢壁开受损，风打到几楼的红单。伊有多数住户撤离时根本袂赴提行李，经过工班人员连续2天结果补强，伊深夜是安置在外受灾户2日下晡返来大楼要款行李。想到这过年有厝却无法度返去，民众是愈想愈艰苦。不要再问下去。说好像是要寄人篱下了。返来厝内壁拢闭起啊，家具是当倒塞歪，烦恼住户安全，市府限制每一户登记数10分钟，有人赶紧赶大包细包，也有人甲饲的鸟狗动物赶紧甲救出来。我先进去就先找他，他真的在衣橱里面。嘉义台南一条地洞尾，同样集中伫台南南西南化区，部分出现伫嘉义大埔甲阿里山乡。一直到下晡4点进前，台南南化甲南西原继续规模4以上的地洞尾，互周边民众惊惊灾情愈来愈大。这些地震呢，大概都发生在这个靠近山区的地方哦。大埔地震期间呢，已经造成了一些落石或是一些这个路面损毁的状况，要注意到这个落石可能会砸下来的一些现象。学者认为，这摆强烈地震也受到部分去年花莲大地震应力影响，不过观察到地震尾发生的情形已经有愈来愈少的情形，虽然也无到排除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不过机会已经变较小了。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埔发生大地震，这高雄架线也传出灾情，有真侪人家厝或者是公所的壁面含梁，拢出现必损啊。来讲到这嘉义大埔，那人家厝受损严重，连大埔国中小也真凄惨。而且这大埔呢路头较刁弯，那准备找师傅来修理是无遐好找。这寒假进前，那准备来处理好势，恐惊是有困难的。壁壁笋真大座，会使看到对面条拢壁开，暗门土落来。因为我军嘉义强东的东涌大埔，伊佫挖到一条地洞尾的台南南华甲南西区，高雄架线当地地洞有5级，造成16间客家传出灾情，继续有洞尾，也互损害愈来愈大。余震会有比较拉扯开一点点，一开始没那么开。区公所找土木技师对着受灾客家来鉴定，协助民众申请房屋税减免。不过其实区公所家己损害也真严重，壁出现真大片的壁损，规地代理招标文也油价拢落来。修复是要自行负责，但是我们公所全力协助，帮他们做房屋免税的鉴定，提出申请。干那我东涌就受灾最严重，更加莫讲是东涌的嘉义大埔，除了最近客家受损害，当地旅馆大埔山庄的壁也比较光线少的例外，连续地震尾后，当地民众拢唔敢困。今天我是觉得还是有可能啊，一样也是不好睡啦。那客家大埔国中小也是嘉义县因地震受损的36间学校内底上较严重的，教学楼的地板甲条仔拢有闭起的状况，天棚也落滚啊地落，因为所在较偏僻，这修理也真做一大问题。车程蛮远的，所以要上来施作的厂商都没有那么多的意愿。我们是连报价都很难，因为他得要来勘察现状，他才能够去估价。大埔国中小财损超过超过上百万，学校讲的相对会使是处理的部分做复原，其他单找到厂商才有法度估价，并且确认工期。有估休馆结束进前，恐惊拢也无度复原。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了后，台南南西人家厝通报受损的案件呢，要到200件，其中离地震中心点1公里外的密基里是要到30户壁面拢闭开，民众是惊甲唔敢住，因着咧厝外口来打天道。另外讲到迄在地幼稚园天棚啊，个窗仔门拢落落来，囡仔是暂时无到去遐读册。公所表示讲，今仔日完成这建筑物的检测鉴定，而且安置地点拢是免费的。
民众无用整理厝体，台南南西地区厝大部分是红瓦厝。未开门6点时，强烈地动灾情真严重，也有住户厝顶规个升落来，各家资讯有差。住户地动了后，也是住伫边仔的细间房间，无去安置中心。有烦恼。你安尼，你暗时安尼困大边间困了，暗时因为袂感觉讲安尼惊吓是。加减嘛。公馆甲庄卡的密基里离嘉义大埔镇永敢若1公里，挖近30户民家，内外壁拢比较真严重，厝内拢照地动落来的砖仔石头。居民讲，当初是去闸门水库的时阵，迁村起的40多年，即马厝煞又歹去，只好伫厝外搭天道。咱是讲一两段到三工就看，阮看要搁安怎处理，看要搁来电起啊，是安那较好。做细人时咱要搁开这道钱就无通开啦。幼儿园嘛是受灾后，嘉安幼儿园天棚规个大面积落落来，电线拢现出来。老师甲职员无用整理环境，也甲学员烦恼安全疑虑，暂时无法度学生囡仔来上课。那我们今天已经清理很多了，对，想说，因为每个家家户户都影响很大，所以赶快清完之后，让家长可以放心的小孩子可以送过来这边。地震发生了后，南西重灾区房屋受损，通报将近200件是台南上济，已经有超过100件大红黄单，还有袂少人排队等待土木技术的鉴定。所以区公所嘛安排老人文康中心、旅馆、青年活动中心安置居民。结构技师工会也会持续派技师来办理相关的房屋鉴定。地震了第2天，也是地震尾真济，厝体毁损只好摕入去收容中心。各界爱心物资一直入来全力支持，还有几多台行动餐车摆做规列，为灾民准备小的食食甲饮料。0206地震的时候也有去帮忙。那因为这一次地震也蛮严重的，南西居民都断水断电啊，所以也是马上义不容辞来帮忙。咱们吃泡面呢，好安尼哦。啊，今仔咱也用了这感觉啦。很感心，很感心。因为灾区真侪建物毁损，餐厅嘛受影响，民众无法度煮食，各方的爱心支援解决3顿，为甲心拢温暖，用行动互因支持甲鼓励，互因重新徛起的力量。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台湾和马祖之间的台马3号电缆进程登记，想袂到今早起5点外时阵，这台马2号海缆也同款出问题。速发部早起表示，初步认定是时间久啊自然害起的。除了有拜托这中华电信闭完台湾和马祖之间的通讯以外，也赶紧派人去修复，以个2月就当完成。在稍早的时候呢，马祖网路有1度的中断。画面也因无公布，声音也断暂，因为连接马祖甲台湾本岛的2条海底地缆陆续出现断缆状况，造成马祖的网络通讯不受影响。目前是说用微波来就是支撑马祖的网路，可是在于一个如果说是网路大家在巅峰实况的一个使用状况的话，可能也是会有点影响。海缆断掉以后，我们的公文系统这些网路上就内割掉了，比较慢。如果万一有重要的公文，就没办法看得到，那就没办法做马上的处理，这比较困扰，就在这一点。网络速度减慢，再起也连带影响北干乡公所的文书系统处理作业。台马2号海缆连接东引到淡水，台马3号海缆连接南港到汤园关心，连接台湾马祖的台马3号海缆1月15日下昼发生障碍。今日透早5点外，台马2号海缆也回报障碍，速发部再起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并没有在断的地方发现可疑的船只，所以我们研判它是一个自然的劣化，请中华能源即刻启动微波的紧急备援。在海象允许的状况下呢，我们现在收到的通报最快会在2月底，2月完成修复。除了启动微波为青顶闭环方案，也尽速协调海缆船修复台马2号甲3号海缆。海上条件稳准之下，上紧会当伫2月完成修复。速发部表示，因为台马海缆最近几年发生几啊摆的障碍，今年已经报行政院核定，将包括台马海缆在内10条国内海缆列入关键基础设施，投入更加侪资源维护。为了韧性，这些部件像卫星通讯、地轨卫星，去年我们数发部投入大量资源，不管发生什么天灾人祸、人为破坏，我们都有足够对外的通讯的频率。速发部也补助中华电建立台马4号海缆，借由新式海缆增加通讯路由甲分散风险。预计2026年6月完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咱台湾附近的有10条的国内海底电缆线，14条是国际的，这拢是非常重要通信设备。台湾有99%的网络拢是靠这海底电缆线。那准长期呢，这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董事长黄胜雄伊就讲，台湾真有可能会变作是孤岛，严重影响到咱的民生、教育也有金融。有学者是认为讲，政府爱甲这加几道围墙列入去闭关机制。民众头日日看手机啊，需要进网络，才会当看面册、看剧，这拢爱靠海底电缆传送。咱台湾有99%的网络靠海缆，是台湾的数位生命线。目前台湾有10条国内海缆，甲14条国际海缆，包含民众的日常生活。若是发生大规模断线，专家分析后果会真严重，台湾恐惊变孤岛。如果说出现大规模的断缆，那我们今天的视讯会议就没办法进行了，也没有办法透过视讯来 interview。那所有透过网络上所实行的一些活动呢，不管是教育或是 transportation 或 energy， 全部都没有办法进行。专家表示，国内海缆主要连接本岛、外离岛的传送，国际海缆连接国际网络。不过今年1月初3，亚流东北方海域的国际海缆，好亲像去中国的宽基轮顺天39号破坏，好在影响无大。若是真侪条海缆同时断去，恐惊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像讲咱消息传袂出去，电话卡袂通，无法度连上网，民生经济、教育拢会受到冲击。袂使干那靠微波来应付，必须建构多元的闭环机制。像马斯克他的星链本身就是低轨卫星，所以在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就有用这样子的一些星链的这个方式，在台湾这个还没有开通，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法规上面的一些的这个议题，但是技术其实是已经 ready 的。根据统计，最近台湾每年差不多发生7届至8届海底电缆断去的事故，互人当作国安危机。查数条表示，政府最近把资料加密备份去海外，嘛必须强化通讯安全的论性。政府应该赶紧通过安全评估，引进近地卫星。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的诈骗集团是有影真猖狂，佫会利用这加密货币伫遐洗钱。即马警方和业者有合作，先将这有问题口子动落来，才通报警方，成功将1000多万的钱查落来，险获32个受害者。目前嫌犯是还未抓到。那进前总统赖清德有讲到，这早期破案的比例无到1成，爱警方继续出落去，不过却引起基层警察的不满。走了，我没事，我配合。警方赶紧伫街路上甲人抓来调查这个案件，又佮甲诈骗有关系。民众一旦被骗去，往往钱拢无法度摕回来。不过，这阵是有被害人顺利把部分的损失摕回来了。其实很开心的，因为至少就是可以把部分钱拿回来，骗了大概300-400万左右。我们的一些备用金啊，还有就是房子的一些款项等等。被骗去提钱投资，除了家己全部的钱以外，更加向亲戚朋友来借钱，加上100万全部转入去不法集团的人头口子内底。当初想讲全部拢乌有去啊，结果尾啊增加在部分的钱有摕回来。关键就是诈骗集团用加密货币洗钱，互交易所主动扣来。快进快出，或者是它比较有一些大额进出的话，这个的确我们在风险控制上面会去做一些参数上的调整。加密货币交易金一再变做洗钱的工具，警方找民间合作，凡是交易快入快速，也有大笔的金额出入，拢会被列做无正常。业者家己建立风险的控管，先冻结，结果通报警方。最近1个月计，甲32个人损失了1100多万入回来。在返函被害人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步的在查缉这些犯罪集团。甲损失摕回来果然是真好，不过源头的犯罪集团主嫌还未查到。总统赖清德进前阁讲重话，讲到破案的比例无到1成，警察还阁努力。像这言论讲话也引发基层警察的不满。赖清德总统还说，目前的成效他不是很满意，那大家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想这就是对所有警察人员的羞辱。基层警察不满总统所讲的，强调刑案的侦查本来就局限，警察也毋是神仙，早起更加无完全是警察的责任，要求赖清德总统为讲出这言论，公开向全国警察来下失礼。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一只打着陷阱的台湾乌熊，叫做拉尼虎，甲伊挂这颔棍钳啊也放了后，本地是掠准讲伊已经死去啊，想袂到是这颔棍钳啊落去，伫咧钳啊附近也看到另外一只耳啊有做记号的乌熊，才发现讲这只就是拉尼虎。林保水也呼吁民众去到山里，就爱较注意咧，保持人和熊的距离，避免发生冲突。
去年3月，伫华东创国山区野放的这只乌熊哪里好，本能造成祈求会当平安。不过去年年底，台东林保分署刷收到哪里好挂的发报器无信号，就是伊死亡。派心灵护管员就算去找找伫海拔1000外公尺悬的卡道口心灵，找到伊的暗棍壳。不过同时伫附近也佫发现一只走真紧有鱼标的乌熊甲熊手，确认看到的乌熊就是哪里好，伊也话咧。比对它回传的资料跟讯息位置，那我们也可以很确认它应该就是蓝面虎。它的出现呢，其实可能也代表着说它跟我们报平安。因为乌熊定打着陷阱受伤，哪里好就是台东林保分署成功救援受伤治疗了后野放的第7只台湾乌熊。最近几年，到华东地区嘅海拔山区，定团出民众看到乌熊出入，专家分析可能是台湾乌熊族群增加扩大活动的范围，迁山环境也变好啊，因才会到浅山来找食。黑熊的族群的确是有在上升哈，特别是南部花东这个地区，低海拔这些浅山区域，其实很多森林其实慢慢的在恢复，它其实也提供了更多黑熊的食物的资源。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发现乌熊出入，会当通报乡镇公所，甲华东两县的林保分署处理，高保持人熊的距离，避免冲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川普昨昏就职，宣布讲对2月初开始，可能会针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加扣10%关税，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加扣25%关税。伊也经过后面，若准无搁再进口搁较侪美国的商品呢，美国也进行关税报复。另外，川也宣布成立生技智能公司，要投入 AI 基础建设。美国总统川普2月伫白宫的工作会报强调，中国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所以可能自2月初1开始，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10%的关税。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 How soon on those tariffs? Probably February 1st is the date we're looking at. 川普也强调，因为墨西哥加拿大继续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所以也考虑自2月初1开始，对这2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加扣25%的关税。而且，川普也批评欧盟无进口有够的美国商品，包括汽车加农产品，所以欧盟恐惊也闪袂过关税报复。We have a $350 billion defici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treat us very, very badly, so they're going to be in for tariffs. 除了用关税来报复以外，川普2月伫两地银行执行长孙正基、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甲骨文共同创办人艾里森的陪同下，伫白宫宣布，这3间知名的科技公司将会投入1000亿美金，未来的资金会更加增加到至少5000亿美金，做伙合资成立一间名叫做生技智能的公司，来进行美国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估计包括微软加辉达也会参加。New American company that will invest $500 billion at least in AI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ry, very quickly, moving very rapidly, creating over 100,000 American jobs almost immediately. 另外，川普伫竞选时阵，佮就便夸嘴讲，伊上任了24点钟久内就向俄乌战争停火。不过，川普第一是强调，若是俄国总统普京故作针对停战进行谈判，伊可能会对俄国实施制裁，但是并无说明详细制裁方式。同时，川普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爱介入，最近来推动俄乌战争停战。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京已进行1点钟搁再35分钟的视讯对谈，谈论的内容是讲到安怎和美国总统 Trump 建立关系，安怎把这俄乌战争结束，而且因也讲到台海议题。习近平2月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以视讯的方式通话，双方互相叫对方是亲爱朋友。习近平甲普京分享顶礼拜5伊甲美国总统川普就TikTok贸易甲台湾等议题讨论的内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俄
两国要以此为契机，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路过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厄夏科夫事后对记者表示，两国领袖互相确认，那川普团队确实有兴趣，路中也愿意在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甲美国促进关系。普京表示，已经准备好甲川普政府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也希望在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任是短暂的停火，任何协议拢爱考虑罗西亚的利益。Устраиваем наши связи на основе дружбы, обоюд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поддержки,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Эти связ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и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厄夏科夫也指出，陆方坚定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未当分割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受到北极寒流入南的影响，美国南部地区出现正罕见的冬季风暴，对这德州到佛州拢在咧落大雪，已经有4个人寒死，50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当地政府是呼吁民众尽量莫出门，避免发生意外。也因为当地已经是10多年唔捌落雪啊，真侪民众看到雪是真欢喜。州际公路大雪一直落，车伫积雪正高的路面慢慢啊行。美国真侪所在对落雪真关系，毋过对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麦迪逊威尔的居民来讲，透早清晨发现外口变银白色的世界，实在是拢想袂到。囡仔欢喜甲一直用雪消遣。The kids love it. I mean, they love the snow. I'm not a big fan of snow. That's why I live in Louisiana. But they love it, so let them have their fun. 为北极来的寒流日益吹到南部，一直直透美国湾北部沿岸，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甲佛州的海边啊，拢出现罕见的大雪甲冻雨。伫纽奥良市，积雪达到23公分高，打破当地为1960年以来的纪录。这对为雪地来纽奥良的游客来讲，根本料想未到。So we definitely weren't expecting snow. We were expecting quite muggy, humid temperatures. Even though the temperature gauge said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pretty cold, we still thought that the humidity would overrule the temperature gauge. So we certainly weren't expecting this. So we weren't really prepared for it. So luckily the shops were open, so I could grab a jacket in time. 这个冬季风暴嘛影响北部边缘区到缅因州中央，连纽约的哈德逊河边嘛部分结冰，也使得美国空中交通受威胁。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全美国拜日有超过2200班航班取消，差不多3000个航班延误。当时南部地区真侪条高速公路嘛关起来，好避免停课，有几落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佛州州长阁警告，当地基础设施恐惊会面临极端气候的严重挑战。气象部门嘛预测，所来冬季风暴会向东部移动，未来几天内会持续影响美国南部甲东部地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今仔日是台股的封关日，所落来会休71天，到2月初3才会开市。今日台股收伫咧23525点，起225点，出现有史以来这年底期待的历史新高。另外，台股伫咧2024年，包含着这总成交值含这成交这个均值，也同款是出现历史新高。日是台股金融年封关日收盘结果，互股民提早收到红包。看日台股为开盘就正清，惊势一直调整关点，盘中阁捌起超过300点。虽然收盘起势有较点，收伫23525点，起225点。宽台股台积电收伫1135块，起15块。像台积电啊这些的全指股呢，他们的走势就是相对的强势哦，所以今天收红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说要挑战历年封关，好，就农历年封关的最高指数，那这个是机会是相当大的。台积电也有机会创下历年来就农历年封关收盘的这个最高值。根据政府所统计，2年台股封关日即天，台股收伫23525点，指数起225点，起价幅度差不多0.97%，比去年农历年封关日起5429点，起价幅度差不多3成。农历年封关日集中市场股票总市值75兆5313亿，比去年农历年封关日总市值增加18兆107亿，增加幅度差不多31%。专家分析，农历年后台股会伫2月初3开市，若做美国股市会当延续新任总统川普上任的美国行情，台股可望开红盘。
是否在释出关税这部分的一些讯息，来判断说接下来股市的变化。所以假设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这种 surprise 的话，其实年后开红盘的机会其实相对是高的，攻24000点的开盘应该是有机会的。台股的表现啊，4个字蛮贴切的，就价量齐扬。希望来年我们各个产业都能更均衡的发展，这样我们的资本市场的成长茁壮才有稳健的基础啊。专家提醒，虽然过年后台股开市可望攻上24000点，不过要注意台股休市期间，日本央行是不是相关利息，也甲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阁宣布新的关税政策，这有可能让台股加真侪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文旅部进前宣布会开放福建和上海民众组团来到台湾旅游。行政院今仔日也举办头一场的观光产业咨询会，台北市政府也已经甲这陆委会申请上海的赏灯团来到台湾。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讲，若准有确定，随时会甲大家报告。迎接特别搞的元宵灯会，台北灯节陆续动工，为民众提手机啊抢先记录，也有外国旅客看到主灯有无共的反应。Bit ugly, but that's fine. At least it's colourful. It's colourful and. 外国旅客感觉新奇，同时间，是中国文旅部进前宣布，会解禁福建甲上海两地团客来台旅游，传出台北市政府要邀请上海赏灯团来台。上海旅游团开放来台，我想是去年我们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成果之一，我们正面看待。相关资料有申请了吗？谢谢。想到这边就好。只要有确定，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市长蒋万安强调，只要对观光产业有帮助，会当带动商机，促进消费，拢乐见其成。观团局表示，目前已经向陆委会提交申请，强调时顺往来邀请上海市参展台北灯节，业者早已经准备好势。日行政院头一场观光产业咨询会议登场，观光署长带以及主管参加，邀请相关学界献策，其中上方关注的就是两岸交流交往加旅游安全。旅行业的部分，也希望就是说，对方既然释出善意，那我们也尽快的打铁趁热，把我们的禁团令，还有橙色警戒，也在这个议题上把它解除。在国安考量底下，这个我们都可以认同政府的想法啦。但是我想，不要把政治跟民间交流把它扯在一起，因为事实上经济的部分。如果客机增加，应该经济就要减少。我想这个也是把这个议题，就是也让我们的陆方来想一下。与会旅行商业工会专联会理事长肯定行政院和观光业将心内话讲出来，也毋过也阁表示，两岸交流的受益者是各行各业，透过旅游交往，才会互相有误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去年12月对外国回来，因为这胃肠炎去到新北联医三中院区就医，医生拢有甲伊问讲，这食药啊敢会过敏？查甫人也拢有讲，想袂到这住院的过长工呢，互其他医护人员甲讲，伊去注着这会过敏的药啊。加在病院有随来发现，住院4天总算是出院，病院也表示讲会全面检讨内部的作业程序。住伫新北市这姓陈的查甫人提出家己健保卡，顶头也打着家己对 KETO 气道炎会有过敏反应，结果伊进前到新北联医三中院区去看医生，却是拄着医护人员解注着伊的过敏的气道炎。虽然伊无引起过敏反应，不过就惊搁再发生过去过敏性昏厥状况。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我吸不到空气那种感觉，我是被救护车送回去医院的。当我被告知说我打了这个针的时候，我就有点皮皮唰，在等，就说我会不会等一下就肿起来之类的，所以那种感觉蛮可怕的。姓陈的查甫人讲，伊是伫去年12月20日暗时11点，因为胃肠炎到新北联医三中院区看医生，期间若医护人员问伊是毋是有过敏的情形，伊也侪摆甲医护人员讲，家己有部分药物的过敏。伊讲住院过工有其他护理师甲伊讲，伊伫急诊时有互注着即个气道炎，也就是消炎的止痛剂。伊听到了后惊一个，又搁惊又搁过敏。27院方伫伊的健保卡内底加注特定药物过敏的记录。伊伫去年12月28号了后出院，新北联医发声明讲，因为当时急诊的业务真无用，无搁再确认病人用药过敏的情形，才发生这个代志。对这位民众感觉是真失礼。对于民众呢，表达深深的歉意。本院已经全面检讨内部作业程序，强化用药安全与病人安全。后续调查如有医疗业务管理涉及违反医疗法相关规定，将可依法处以最重50万元罚锾，
并得按其情节进行行政处分。民众应该是先跟当事的医院去做一个申诉啊，启动医院自己的关怀程序。经新北联医工会全面检讨内部作业程序，也专业吸收，这10人5天住院医疗费用，会继续来改善内部流程。只是对着有药物过敏的陈先生来讲，防止着这个会过敏的药啊，伊会感觉心惊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的菜色上好，一届甲食好了，唔通一直汤。特别过年啊，是有需要提醒民众，过年的一寡菜色呢，若准一直汤，有可能有这食物中毒的风险。物件若准要汤，就一定要煮好滚，因为这6度到70度之间，细菌上高炭，食不了物件还随冰起来。佛跳墙、油饭、过年美食澎湃上桌，毋过这一大道的年菜常常食袂了，过2天搁烫烫的搁食，毋过有所提醒，安尼做可能食材营养拢流失，甚至都要注意食安问题风险。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买常温的食品，好，比如说可能米啊、罐头类的，再买一些冷藏的食物。好，比如说一些蔬果。那第3呢，再买一些冷冻的，比如说一些冷冻的肉类、冷冻的鱼类。专家表示，过年准备年菜上好的方法，就是适量准备，每顿拢食了，减少风险。毋过，若是要将物件冰冻起，也要把握大关键。避开危险的温度7到60度，这个区间细菌繁殖上紧，所以剩的食物第一时间都要冰入冰箱，冷藏温度差不多4度左右，严防细菌的产生。冰箱也建议放6到8分满就会使，若无循环无好，温度会提悬。另外也要避免烫真济摆。在常温底下，我看到数据是有63个小时嘛，你可以掌握的就是温度，温度最重要，你就是不要让它落在7到60度 C 之间太久。毋过进前才爆发宝林地震，想象餐厅引起2摆较大范围食物中毒的案件，专家提醒亲像蚌壳类酸、毒素无色无味，无法度发觉，远离保存不当或者是来历不明的发觉食物，是上有效的防护措施。仙人掌杆菌较会由土山甲糖炭传播污染食物，常常出现在米饭这主食，拢要注意。污染到仙人掌杆菌潜伏期都很短，很快就会发病。然后发病的话，它产生症状都是急性肠胃炎。另外，若是食物中毒，下涂的症状大部分甲米饭或者是淀粉类制品有关系。若是走白的症状，可能是烟肠、肉汁这些肉类制品，食类进前都要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环境部对今年元旦开始规定，这女社监呢袂当搁再提供用一届就拼条用品。若准无食这民众会当用买，却引起民众认为讲，安尼省是真无方便。环境部表示讲，若准民众真正袂记哩早，会当由这业者免费来提供。去过器面啊，全部装入去袋仔内面，无要提供民众使用啊。这是女社业者为着要配合环境部伫咧今年元旦实施的政策，要求女社业者袂使搁提供一届性的用品所做的改变。当然，有些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一次买的太多？比如说组合包，那这个我们就要建议了。基于这个环保跟减量跟消费者的权益真的忘记带的，提供单项的。环境部鼓励女社业者，若民众袂记得早，建议免费提供；若无建议唔通强迫人客买贵租。有女社业者表示，伫政策实施了后，开始甲在地农民合作，用竹仔做起面仔，除了有地方特色，实在袂起面仔促进消费。牙刷，阮是没有主动提供，感觉阮伫咧迄贩卖部里卖，伊迄是用竹仔做的，有较贵。毋过即个机会呢，就是阮甲即个人客沟通，因为阮是环教场域嘛。今年距离过年休9天，环境部呼吁过年期间出门佚佗大饭店、旅社，爱记早个人的清洁用品。嘛有专工设一个环教拍拍狗的网站，内面提供273个环境教育场所，过年期间会当去行行咧。希望大小朋友会当哪佚佗，哪还是环保知识。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后礼拜就是过年啊，咱台湾花草买卖上界大的所在就是中华田买，即阵是上界无用的时阵。业者表示讲，虽讲受到这天气影响，今年花的产量含种类拢减少，但是这饲草好，生理甲平常时来比是加倍3倍。民众规车载趁过年前来买花，转去庄下厝内。
除了红的、黄的、喜气色水的花受欢迎，代表大吉大利的吉仔、好彩头的彩头，阁有旺来花，嘛拢是年这时啊，民众真介意买花草。旺来花迄个象征呢，就是一个过年旺旺旺，嘿啊，我是真爱花的人士。这花真济，店头嘛足济，若来这行行的吼，安尼看看的，迄种心情感觉足好的。中华产买是台湾花草买卖上大的所在，业者表示，今年寒冷温度低，花大较慢，量甲旧年比减了一半，但是饲草好，即几冬嘛加袂少少年辈人客，过年的销路甲普通时啊比加要3倍。高价位的卖的有一点比较钝一丝啊，但是这一些中价位的卖的缺货。以前这花是消费品，但是阮有发觉，自从疫情了，这花真疗愈嘛。就变这必需品。天候的不稳定，要开始变冷的时候，一口气冷下来，所以说有很多都来不及长大。应景的花卉啊，拢足水的，啊，佮今年的天气较凉冷，愈凉冷对咱的花的好处就是讲咱的花期会佮加较长，所以讲互你这个过年啊逐工都有花。参买公路花园协会表示，今年虽然天气寒，产量有较少，但是花的价数无啥起，尤其温度低，互花的品质搁较稳定，开花卖当冻较久。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这年节连假真长，这台北市的动物之家就讲，因伫咧这个拜六礼拜也受开放，民众会当趁过年进前来领养动物。若准透过这动物之家领养的宠物呢，动保处会提供宠物保险，还有预防性的补助。钱家己的手甲身躯的毛偌好势，这两只好雕顺的幼鸟啊，号做麻油鸡甲烧酒鸡。这个月初6，互人通报叫来台北市动物之家，拜四就要开放民众领养。今年年假较长，动物之家也会休困。动保处讲，伫年节进前，这礼拜6礼拜，动物之家也有开放，民众通把握时间，伫年节进前来领养，或这个动物过好年。拜三现场也有民众来领养鸟啊。看了他的一下的资料，发现他在这边蛮久的，快2年了。对，就觉得有点不忍心这样子。认养动物如果投保宠物保险，我们会有补助，再加上我们有免费的，就是终身的免费的那个疫苗，可以来这边施打，包括狂犬病，包括犬猫的疫苗、防检疫苗都可以来做施打。动保处讲，伫动物之家领养会有预防险甲宠物保险的补助，但是领养7岁以上的鸟狗，佮有2年1摆的健康检查服务，望透过这寡措施提升领养意愿。不过也提醒民众领养进前要斟酌考虑。要养狗一定要确定自己有办法一天带它们散步至少2次，那2次是基本了，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狗狗就会有很多行为问题出现。根据台北市动保处的统计，动物之家逐年平均收养1100只鸟狗，真侪鸟狗拢是互人救援来的，生犬生鸟的占比愈来愈悬。不过，民众认养生犬生鸟的意愿，凭幼犬幼鸟是加较低，历史真侪鸟仔狗仔伫遮带到老，拢无人认养。动保处呼吁要饲鸟狗的民众，会用得先来咨询，先做评估，或者我动物宝贝为新主人。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新竹县动保所去年10月伫咧新埔查到一间非法的狗仔探整场，总共救出39只，长期封关伫咧笼仔内面的狗仔，经过一段时间的照顾，总算是恢复健康啊。完成相关的法定程序了后，拜三开放予民众来领养。去年10月，动保所人员来到偏僻的山区，查到非法的狗仔探整场，现场救出39只长期受到不当对待的狗仔。这个狗仔互人带转去动保所，经过照顾了后，所有狗仔拢恢复健康。拜三，予民众公开来领养，希望伫过年前，狗仔会当找到新主人，会当过好年。女儿想要养狗，那家里觉得有一只狗可以陪小孩子一起玩，蛮好。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人来认养它们，就是还好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人。很不错，就是我觉得这样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有在关心狗狗，然后我看当时现场也有快100多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蛮好的。
39只狗仔是去因活100个爱心民众来参与领养活动，这领养人是以住伫桃竹苗地区的民众为主。现场先抽签，了佫需要经过考试，包括医疗以及基本的照顾知识，符合领养资格才会当领养。今天总共顺利了已经送养出去了大约25只的博美、贵宾还有柴犬那当然我们认养的资格是十分的严格的啦包括要限制在桃竹苗地区的这些饲主们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认养的活动那因为这是要便利我们在做后续的这个宠物的这个追踪避免沦为商品动保署指出，完成领养程序后，未来会落实无定期追踪查核，无抽到签的民众也无要紧。动保署表示，还有其他需要大家关心的狗仔以及猫仔，领养活动会继续举办，希望大家继续参与领养，以领养代替宠物买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市消防救护车这收费制度已经有11年啊，也是有人念喙齿听拢叫救护车。去年这救护车出勤案件就超过16万件，乌白乱叫救护车罚款的有27件。调机关质疑讲，敢是宣传无够，执行效率无好。不过消防局是认为讲，收费制度有发挥伊的效果。警示声音一响，救护车随出动救人。根据统计，高雄救护车的出勤案件，去年有15万6千件，去年已经超过16万件。若是乌白叫救护车开单收治的案件，去年是52件，降到去年剩27件。议员质疑，敢是执行开单效率无好，才会让出勤的案件逐年增加。我们救护案件逐年在增加了同仁负担也是很大。那基本上我们同仁在开这个罚单的时候，其实都相当谨慎了我们是尽量也不要对这些很多都是弱势的嘛当然也有一些都很刻意，一直浪费救护资源的，这个都有了。我们开单很谨慎。消防局讲，出勤案件增加，其实甲罚单开较少无关系，因为各县市的出勤量拢是增加的。伊认为人口老化、就医的需求变多，才是主要因素。救护车收费的部分，112年52件，113年剩27件。上侪案件都是甲救护车当作计程车。伊认为收费有达到效果，因为都捌有人连喙齿痛嘛叫救护车来载。载到急诊室之后，他下了急诊室之后，他就跑去刷牙痛所以他本身不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伤病的情形，他跑去门诊。是。高雄市是对2013年开始执行救护车收费的制度，消防局提醒，若是有乌白叫救护车，拢会罚1700块，民众千万唔通浪费救护资源。记者柯卡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基隆市社会处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到听机障碍者的需求，对1月20日开始会分优先塞车的大纸，这听机障碍者会当把这大纸搭伫咧车后斗，提醒后壁塞车的驾驶有代志会当用4等的方式来甲因提醒。大纸顶悬印鱼仔，阁有请4等提醒的标语，听机障碍者甲搭伫汽机车后壁，目的是想要提醒一般塞车的民众，阁有救护车、消防车。饲喇叭因是听袂到的，过去听机障碍者就接发生，唔知后壁有状况，也惊因为安尼造成误会。警察有没有？消防队啊，他们很快啊，或者是那个救护车有没有？他看到的时候，他会叫8888哎说赶快礼让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可是。他听不到。目前基隆市听机障碍者大约有3000人，这个大纸是基隆市社会处看到听机障碍者的生活需求，特别做来提供给因的。听机障碍者知影了后，感觉真大心，也热情分享家己安怎甲大纸搭伫机车顶悬。假如贴在那个欧多拜的后面啊，太大了，所以他就想说把它减小一点，然后再来贴这样。针对大纸伤大张，对骑欧多拜的听机障碍者较无方便。基隆市社会处也表示，未来会搁再研议发行欧多拜的版本，互无共需求的听机障碍者拢通安心塞车骑车。针对机车主的部分，相关车子的设计尺寸是后续机师府这边会在研议来提供另外一个版本，或是透过其他宣导的方式来加强用户人去对于听语障者的需求的了解。
目前全台有发这款大纸的县市有基隆、台北、新北、台南、苗栗、云林这6个县市。基隆市社会处表示，民众对1月20开始，只要提出身心障碍者的手册，就通伫市府柜台领大纸，会当搭伫汽车后道。希望透过对生活日常做起，让更较侪人了解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基隆报道。寒假已经开始啊，一寡营队也开始推出活动。伫咧台北蒋渭水基金会就针对国小学生举办大稻埕的导览员培训营，了解大稻埕含蒋渭水的历史故事，也当学到这理论思考加训练表达能力。这个水路的作用呢，就是若是犯人无爱招不招供的话，因就会把迄个犯人关入去这个水路内底。高小的学生认真解说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内底的感觉甲水道得过去的用途，也有学生讲起过去蒋渭水在日本时代向民众宣讲，所予人等烂头的故事，讲甲是不假说法。他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勋章，他认为这个流氓一定是有专心在听他的演讲，所以才会拿泥巴丢他。今仔日是导览培训的成果发表，这是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在寒假为国小学生所办的大稻埕导览员培训营。来参加的学员表示，经过上课，佮家己讲予别人听，对课本读过的历史是印象如深。户外课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就是以前可能自己出去逛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会比较特别。课本内底拢是简单讲，啊来遮就是较深的讲，就人都活起来啊。透过1月21、222天培训营的课程，介绍台北大稻埕的历史文化、建筑含蒋渭水的故事，嘛一路带囡仔对延平北路新文化运动馆含蒋渭水公园行踏讲故事等等。营队的老师表示，希望让囡仔对生活所在加一寡认捌，培养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感情甲认同感。互大家安尼小可认捌这个所在以后，才豆豆有趣味，咱就使加讲一寡咱台湾人的代志，认捌这个所在，佫会使家己参与咧这个所在。我感觉伊嘛就是成就，反正有成就感足好诶。经过2天的课，囡仔通过考验，摕到职业证书。基金会表示，囡仔毋但了解到大稻埕的历史，嘛学到逻辑思考甲训练表达能力。基金会希望这个经验拢通变做因的资产，等未来嘛期待因会当加做文化导览员，甚至是推动者。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嘉义草草戏剧节今年是17年啊，对3月中开始有上百场的戏剧音乐演出。主办单位也以上加未满做主题，要来讲这17岁少年家啊，要变做大人真正的心声。我要当歌手，我要当平凡人。讲到家己的梦想，唱出来17岁少年人的心声，这是棍剧团和公馆青少年为着嘉义草草戏剧节所准备的表演。今年是草草戏剧节第17年，所以以17岁做主题。这是一个对未来足无确定的年纪，有人面对着考试压力，有人面对着爱情的烦恼，有人咧思考性别议题。伫这个年纪有青春的滋味，但是嘛有真侪代志拢无确定。探讨就是讲较多元性别现象的嘛，其实。这个世界其实咱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可能有无同的意见。好，对我来讲，这嘛是一种以上与未满嘛。我们乐团就是我是一个乐团嘛，然后我们就是有参加很多比赛这样，但是都屡屡落败，没有得名这样。然后之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我已经蛮努力的在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没有获得一个大家眼光上的肯定。草草戏剧节进入第17档，7点团队甲这届的主题合作以上甲未满，拢总会规划900场的戏剧音乐演出，帮大家会当哪看表演哪受当时大家伫咧迄个要满18岁的年纪拢咧受伤。今年的主题跟以上与未满，你卡在某一种生命状态，是好像超越了什么，但又有一点卡在不上不下的彷徨的生命状态。草草戏剧节是嘉义在地剧团、棍剧团主办，草草戏剧节嘛是嘉义上大规模的民间主办国际艺术节。今年会伫3月15开始连续9天的演出，和较早较无同的所在是，即届有分做外野甲内野2区。嘉义市政府表示会伫外野提供囡仔免费的走跳空间，希望家长带囡仔斗阵来参加。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汤圆新竹对16度到20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2度到19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